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五股的周子阳中卫区，最近发生一件让当地居民会惊狂的代志。有一个女性的驾驶驶车到超商要来买便当，坐伫个车顶准备要来落车的时阵，突然间有一个生分的男子换过来，伸手要来开车门。这个女驾驶看办事唔对，赶紧把车门搁锁起来，想袂到对方竟然还阁继续来扭车门，互这个女驾驶是活要惊死。讲这个生分的男子是伫附近咧观察，看到女驾驶家己一个人，才随机来犯案，已经互警方移送法办。穿红色外套的查甫人，伫五股的中卫区桥倒摆驶来驶去，捌停伫社区的附近，连一个车顶安全无拢低调咧，敢若是咧找目标。他应该是远远的看得到我一个人，然后过去，然后过马路，然后上车。应该就是看我一个女生，然后可能比较好下手，所以他就直接要开我的车门，因为我前面还有2台车，可是可能都是男生，可能就是随机吧。这个女车主伫面车提醒讲，昨下晡4点外，伊一个人驶车去超商买便当，车停伫路边啊。想要到这个车分的查甫人有2摆想要开伊的车门，加在伊较猛醒，看到有人接近，赶紧锁起来，要若无对方就上车。就是差那么1秒钟，我就赶快转身，然后赶快把门锁起来。如果没有锁的话，应该就被他开门了。因为这边其实蛮多，就是女性朋友自己在带小朋友的，那我就觉得这样危险。警方一个接到消息，随调监视器找人，发现这个骑乌托邦的人，目标是这个女车主，为对象倒了，随停伫这个女车主的后壁，刷来出来开车门，这个女车主惊一条，随驶车离开现场。原警立即调阅监视器。辨识该名驾驶身份，查缉到案，厘清案情。这个桥倒北人55岁，到案了讲是要找朋友，伊入唔到车，才会想要开门。不过要找什么人，伊阁讲袂出来，因为硬要开车门，这是事实，被依照强制罪上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